安好你卖东西，安好受人家的吼，啊你摆事业都从人家贵用啊，唔会讲嘛。米了说的，我比较不能了嘛。我去。米农，来出生的地方，伊个单纯的客家庄，新冠度的米农，人各有人情味，各热情。米摆伫路方看到的世界，都问问，是哪家的生意呢？有闲来了啊，迄无就系，啲无闲哦，用按时忙咯，啲米农的下主。做人有啥，一天为了阿妈不卡，吵了一下，打一下嘴鼓。我迄种手机啦，在口无钱买鱼穿的人咋呢？穿较长条啊！你要讲这无穿鞋就安尼。唔讲啦，有3年茶水安尼嘅吼。是你我唔敢啊。是。他我单纯。我第一次咧，我自己在讲嘅，唔敢啊。我都廿個安尼，表演嘛，當表啊。會啊，都有過咧。我睇人咁樣。睇唔滿意。我啲白人都冇講嘅吼，推咧，最家咧媽媽條咧安尼。咁都係講出，呢啲啊就係其實我諗嘅。掛你啦，掛你白人話唔推，啊你講唔知喎，係喎，你睇到啦，你嚟啦。像一贯道的阿妈，伊明日最甲伊做的事情，就是拜拜拜拜，一层毛头的拜拜。不过阿妈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伊会用神明的方式来告诉你哦。土嘅呢種地呢，我都賺人好嘅地呢。人家都做呢個土嘅，哎呀貴啊嗬，有啲貴嘅都嚟可能你土土，有啲貴嘅都冇土土嘅，有啲貴嘅都全土，呢個土土，人我哋嘅天內下嘅唔貴，本安尼人個滾呢呢，切咁嘅樣安尼滾呢，就要磨砂咁磨，就要落火啊呢，啊有啲變骨身嘛，買年年就變骨身嘛。可以懂吗？那按凹包啊哈，就会变，因为都变贵种啊，点嘛呢？啊，你那按好你卖东西，按好受人家的哈，啊你摆事业都从人家贵种啊呢，唔会讲嘛？我贵地位，每那样东西，也个都土土，也个都黏，也个啊，也两排黏都黏，啊也得个都唔会黏，哎。滋阴补肾，强筋壮骨，滋补强身，培元国配。还有一个好卖药的阿公，阿公关心乌卡人的方式，就是伫乌卡人不平的时节，伊会讲啊，我有买天台讲，佮有好的药嘅。阿公讲有平的时节食药嘅做得治平，无平的时节嘛做得补身体。阿公有一家车咧。也给我旅游的呢，这样，在苏丹你知道吗？最快那就是就是在弄啊，我来一包样都有。那么就懂得是吧？那么你简单是见人来拿2罐1罐你说的。刚哪面4年是小种买2两送的，2两就。
就是对了，那你从怎么用的呀？我说的这个是用好的。你看，你看你讲人家快说还我生什么？我都没有朋友。还有武装那种关系。温暖啊！然后有武装那种关，原来做的嘛。啊，你之前的吗？之前啊，那个武装啊，武装，哪岁数呢？3岁年了，天啊，係啦，冇一床。我都俾屎啊！因為喺一床。叫冇講，係。對。你都想吃啦？我觉得吃肚子痛的那个要一天哈吃2到3次。要给谁吃？我吃。我肚子也会痛的。看你现在一个月赚个100-800块哦，还是1年唔可以，打田唔可以，係你做得明？佢入佢其實打田嘅意思，所以呢，地方啲呢啲要拜拜嘅，弄翻忙咯。哎，你觉得他如果没有去工作，这样花费够吗？係，如果山地位都好嘅，車隊都高啲。啊，唔多平常啲車嚟做，唔明白點嚟做，啊，冇米做不了個事業嚟用嘅，佢做得人嚟咯。提到可以都哦，研究用嘅，精神不好，不要你做個事業嚟，睇見價錢係點呀？来拿一刀，看出去，看那样嘛，好。你仔使人你呀，看到人家極度張張啊，看一個，用力啊，用力看水噶，看一刀呀，有不斷噶，再看一下，看一下，好，睇唔人啊，睇人唔啊，不同嘅水位啊，不同嘅水位啊，哦，哦，2個人看，哎，這面同一邊啊。同一片咩？我掉了一根，看不到。哦，剪子你哦。看不到，我看不到那会动。做乜嘅？因為唔係揸嘅啊？嚇？你爸爸揸到條甩走啦？嗯？哎，等一下我們去吃漢堡哈，不要給他去。我們要去吃漢堡，你不要去啊。不然我去買玩具咩？好沒？啊？我不想玩玩具的，不是很喜歡玩玩具嗎？啊？你有很多玩具了是吧？不用再買了。你個攞咋嚇？啊？
罗新区，二石头伫民俗村做服务生的洗头。不头回到乌卡的世界，就变成了神明的替身。伊讲，迄神明只是伊做替身呢。像我个今夜明白你说啊，像我今夜个在迄关于在迄卖落吼，像今年暗晡米亚有本神明附身呢，明摆乌卡有神明来的世界，我有几多个人下来看，看那神明有乜个爱指示的。毋过，也下米亚的修行还唔拉，做唔得讲法，抢做得跟大家用比的。像头那迄观音菩萨来没有，也爱济公师傅来没？哦，济公师傅，他3年后了。哦。有冇济公3款啊？有啊，有个电视，咱来看中的。看完得咱领咱诶，还在YouTube有。哦，来看，这济公师傅我听。没教书没呢？好嘞。哦，哎呀，那个用的好，电视哦。啊，酒会是酒啊，唔会是酒啊，哎，比我3的。嘿，济公说是，会是酒啊。济公说的，太高兴了哦。啊，你米一落做的，我比较不得了嘛嘞。咱来了开讲个嘛哦。哦，高兴在爱帮，你想去偌快来啦？爱对林解那哎个。啊，我向面前就呀，系啊，啊，他们嗰面前就呀啦。没有。唔咩？你做乜嘅啦？開咗未啦？係咪？都冇咯。做做乜嘅啦？安尼比迄唔知。做乜嘅啦？個比個係個比個面前就係啦，底又冇乜，那係乜底咯？先睇樣啦，好啦，來，哦，幾多？哦，幾差多？哦。葱芽。哦，我们也着种葱芽时候，一个差不多，他才能看油。好了，拜拜啦。好嘞。哦，哎呀。好嘞，過咗年，好啦，好啦。好嘞。哦。哎，做得嚟嘛？哎，安尼，可以啊。安尼喺邊啲？榴蓮包啊，係。因為他打唔知講，佢葱芽煮冇講啊，你啊。好啊。有啊。有啊。你遐有批來無？遐有信箱遐有無？有啊。毋知有啥物迄無咧？信箱啦，因为信箱遐，你若一個一瓶的信箱遐。我有。對喎，我有批無啦，我有甲批了。剪喽！弟没剪。像我昨天在晚上这样做一做好后，今天特别有精神。真的、啊？要不然昨天真的很恍惚啊，懵醒懵懵的呢。不是头晕的那种晕哦，就有点精神上有点涣散这样子。
你说昨天呢？我一直以为那个当鸡桶就会对身体不好哎。不会啊，不会啊，是你的福气呀、你说什么是你的福气？对家人也好，对自己也好啦。如果说你喜欢这生命的鸡生当鸡啦，如果说你是做的很正啦，时常都没有说引导人家做坏事的话，对你也好，对家人也好啦。如果说你是用在不好的行为上的话，就是以后会不好。cái kêu em thôi này tới rồi xuất tiền rồi thôi thấy không như thiên thái như thế ấy tung gì mới căng tuổi nó cái một những cái con này cha sư in ham là ham hay có gì à kêu để thôi này kêu em chỉ là kêu một con nó mà cái một con nó cái này cái nào hay mà hay có một nhìn tu ho thì nó buồn pa này cái cam mũ hà nó như mà cái mà đi nặng là vô rồi cái gì你去吧。啊？你这里啊？他要去拿药了。你看我这边，你先要走啊，我得摆摆门啊，我不用投这些人。切熊啊，熊你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你东西一定你自己投没？你买也好，把来买喏，就按照你那个你投的按多钱嘛。像你嘛，你要几点你个呈现有几啊钱啊？你那个是这个没事多，那什么颁奖品这个表的苦路的你投，我给你投这个。你帮大家吃你看。像是他的东西了哈，也真是呀，就那黑，就那黑哈，就出去还身高那款的哈。还没多挣来投嘛，有个人还没多挣来投嘛，还没多挣来追嘛，嘿还没多挣来追，就自己还身高那款的哈，很多有。那个东西要属于空嘛喏，那个属于空，注意下身高那款的哈。是的，因嘛个别投，我不认投了。我再给空比的，再多真来投迄面咯，迄人就再注意下身高啊。呀。他如果半分几年都真係調咗咩？如果半分幾年都真係調，再解決身高啊！你日建議全部都真係調嘛？建議全部都真係追嘛？係啊，你建議會都真係調啊！半分幾男嘅年係咪？60、50。男生都60中些人那个年轻的，嘿就出去身高呢。身高。对啊，就是那个太自然，头发你不疼，如果疼的话，你就好的话，现在慢慢开始，
现在侬太子啊，太子那太子嘛，700年前有混他就活了一出给你哟，现在黑黑出他身高。那啥啥是半天吧？太子啊，这东西唔讲人啊，很给我们啊，做成我看看，人家你们样子的出给你们啊。那。那个可是新生太子爷呢？其实这位上是那位姚子家的，该做评估的都身体不好啊，要有80年我再有拜啊。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怕眼睛闭上，怕晚上睡觉，眼睛闭上以后就哎，又要去哪里玩了？这样。啊，那时候都是谁带你去的？帮妈妈带去的吧。就一家一家跑这样子。对，这一家弄不好就换一家。啊，你为了你的代志，咱就开做最好。怎样？有钱开到无钱，两个都。阿公阿妈带你跑了很多地方哦。哎，最后也是那个技工师傅来弄那弄，不晓得怎么好的，搞不清楚。摆成球托一件事情，对阿妈来讲，有伊七家讲本认同的方式。但每伊天摆做嘛个要摆神，伊讲伊记唔得嘞，请同爱讲。那你球托喊你摆死的，出唔属于阎罗王嘅，唔属做鬼的阎罗王嘅，按属苦啊啦。说明你看嘛有看，爱嘛有看咯，如果现在唔爱看咩？伊迄用的个，可以人用的咯。做唱的那顺面的用的咩？可能嘛去顺。像见观音用啊，伊都，cái观音用的安尼个香都观音用的香咩？你做嘛有我同人讲咩？你通迄说啦？通的说啦，伊我做嘛伊都会指点用的啊，指点我做嘛个咩？啊有咩？可能那个咩？有个现啊不得有个现出不能看，你冇个冇行到个条半个你看唔到啦，冇安好吹啦。你冇喺行工啲店你用。你用个现出不能看咯，安好菜啊！ngày lúc có là còn nhưng giờ số giờ này non sốt mình钱哈，好奇怪哦，好多东西没这个。有东西唔知你干嘛？这他都带叉子那。睇到什么叉子那，反正是奶黄土的你，安尼我不哩空你安尼米肉我去同佢擦椒。可能同佢擦可能用佢啲面，可能要多些啲面。下。有3个。3年。3个啊。哦。是比较注意。好。一个国爱。一个会炒。哦。花面。哦。要炒啊。我你按你什么的哈。哦。啊，冇你講嘢咯。唔會。
但是你哦，若像你不同的哦，伊讲哦，伊找过的、伊区的怎样的，若讲爱知识内面咧全部拿了不同哦，模糊呢安尼啊，唔爱安尼做啦。伊心意多多少少有那无那，全部无地啦，无讲啊怪人啊吼。你先生嘛，我写的了么啊？还是有小事呢？那个，总个铺个那种的些，总的些，我都听的。你做个按发一上就弄个可能。你听到我叔叔啊嘞啊，在用干买用的，你叔叔啊。阿公阿妈明白不开有事情的时间，拢会去问神。今明日大家做嘅平常唔盼得做嘅丈夫去庙方。哦，他打我嘞。好，来。出来了。哦。我在公园。没鼻子没？哪个有个鼻子？你嗰樣，你打佢嚟呀？香港係一樣。走。打好嚟咩門啊？哪里？来讲，太会子离婚是阿妈心肚中最放唔下的事情。今明日最主要就是为道业来问神的。心放开就无代志啦，毋好安尼啦。嘿，你的心吼伤过头，伤过杂做吼。你也讲明那个对了。嘿啊，心爱放开，所以爱看足开的。哦，无永久的你啦，嘛无永久的因啦，大家做伙是一个因缘，即世落来，你会当安尼就算做袂歹啊吼，安尼你的教慢慢会改变。啊，你老大人，你著咧食素食来，搁再练出来，应该看你爱看足开的啊，你袂使搁再夹挂伫咧心角，安尼都毋对啊。哦，年岁啊济啊。我甲你讲吼，一个囝无共款，你的种豆凊彩嘛无可以当。
对啊。虽然讲讲你的巴肚摕出来，讲你的迄个地政府的，但是个人的力量无共款，你也免甲想啊济，好无人伊有一个愿望，伊就敬阿弥陀佛啦，你莫甲想啊济。你嘛有甲我讲啦吼，伊即摆是只求要叫你原谅伊安尼尔，会插伊安就好啊。安尼，因为你是一个严肃的，搁一个念佛的，应该讲你袂使有信心，你决定袂使有信心。我就想讲，迄三个囡仔吼，三个囡仔足可怜的呢。啊，伊的老母吼，即摆因老母伊吼，含因老爸啊吼，离婚20年啦。因老爸即摆吼，无迄个见面呢，安尼。直接他们安尼丢啊！咱明仔载吼，明仔载咱来前姑娘妈遐无吼，咱前姑病会啉水姜吼，那么来时阵，我会甲你讲，你安怎来甲求望即个家运会当顺利，囡仔会当团圆，哦，你的心望，互你会当达成你的心愿，好毋好？我就现在吼，我知啦，我是讲，他有讲人做人的老爸吼，讲即个就后母。安尼关到安尼三个吼，无要紧啦，安尼，若有机缘吼，会甲开破，好无？然后对方经常牵你的，对不对？这段时间都没联络，连你去意大利的事都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去接你了呢？我当他是不是决定要继续跟你交往？这样也改变不了什么，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他有一个某嘢要结婚的，我阿妈属他嘅孙五嘅，迄阿妈最唔攀得咧。不过要结婚的细拉嘅阿妈啥无看过，连要结婚前冇冇接到孙五嘅天花。男仔其實有變樣嘅，要變樣嘅哦。伊對象係都假假嚟呢？你講慢啊？啊？慢。外面唔知，外面冇看，外面冇看到啲嚟。啊？幾時嘅？冇。冇開經嘅，睇廿未廿八。阿公，佢喺球員打過來，還係屋企打過來呢？伊那有打過來幫人啦。一個都唔要打過來，冇辦嘅。太卡多安呢，還看到。你媽冇過嚟樣呢？我話跟人我打過來，我話跟人打。如果結婚你都係冇講啊，咁人咧叫結婚人咧過來喎。唉，奇怪樣一條啊都，都廿八要靠電話過來啦。當然都會問你啊，做事情要廿八。
话这，在丢你，你要吧？喝完了，不够不贼。你们两个人的功课写了没？不用了，那个。番薯鸭来。番薯鸭来，我炒呀。你们把它这呀，筷子拿去。阿妈的筷子啊，筷子拿用这样子是不是？我出门几干去哦。妹妹，你这不认真写，我给你全部擦掉，我跟你讲。那跳到妈妈来。来，不用说嘞。阿伯食，阿伯食公堂连迄个干迄啦，食饱咱来用倒用，回接上啊。我帮妈妈说啦。是1张还是2张？肚子就会想，没有肚子没有饿，我。你看有没有臭味的？我过一粒完呢。我看一下这条手帕。我重新买过了。我是那个切梨。哇，这条啊。这是那个切梨哦。那你觉得阿妈为什么会这么心神？你阿妈，她是讲说，她心里很苦啊，她讲不出啊，没人诉苦啊。她第一个想到的，而不是医生，而是往神明方向走。这种心灵上有所寄托，只是信与不信，只是求个心安。我是过来了头1年，我才知道他是做观音菩萨的寄生，我才知道的。你说谁？你阿妈。好像是吵架那时候就有，可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也搞不清楚。就是跟有居吵架那一天就2个就不再讲话了。啊，你说阿妈有被附身吗？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就是他是怎样，他的情况是怎样？就是大吵大闹啊。然后呢？就一直就会一直哭，一直闹啊，这样子啊。那你们怎么觉得是被神明附身？你要讲有宝贝啊，结果不是，都不是啊，他自己在那边闹。有没有可能说是一种老人家，他其实也是希望人家听他的话，会怎么样？也是希望听老人一辈的那种话来做啦，而不要忤逆大人所说的话，长辈说的话。我是希望是意见被重视，而不是忽视。为什么全家都会这么信神明呢？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啊，要知道找神明帮助啊。因为现在时机不好，如果说你们要一个精神寄托的话，你也是要过日子，可是感觉上会更苦而已啦。经济生活上会比较苦一点，至少有一个精神寄托了，比较不会有那种感觉。而且你为什么那么信神明呢？可以寄托啊。
其实那你觉得阿妈是怎样的妈妈？她也是蛮伟大的啊。不，如果没有不是很能干的话，怎么可以养我5个小孩呢？对不对？长大后就常常吵架哦。不是我吵架，是他喜欢发案，他老是比古时候啊很气老顽童的。他现在是这样哦，问题我以后的话也是地上爬也不一定啊。我跟你讲，一个人的话，父母不可以辞职。半路道跑的呀。当子女、当儿子、当女儿的也不可以说我不当你儿子，我不当女儿，我这辞职都不行。你一辈子都要当人家子女啊。你一辈子都当人家父母啊，是不是啊？那你怎么辞职？你死掉以后也是一样的，你还是我儿子啊！我死掉以后还是别人的儿子啊，对吧？台北做安尼啥物呢？姐，你哪怕做安尼啊？就phải tục anh ấy à, có chẳng hả? Được kìa. Bây giờ cái đường kia này thì nó là chỉ được cái tức khi hắn nhìn vô một xe này, em một xe này kiểu gì vậy? Anh thấy cái này không có đĩa không. Không phải gì nào. Mồi à? Nó không phải gì. 이게 번용 없으니 이거 쪽.你天是有钱嘛？你看人家同个穿出来，你腿要绵绵的呢。梦啊，吃人呐。好，我生气。要不要我关掉一下电视？关电视。我怕鬼，我做一个梦哈，梦到牛头马面啊，放脚。牛头马面，你梦到牛头马面。给我流水，牛头马面。牛头的马面。这边也有，这边有牛头，这个才更像，这个很像。